伫姊妹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伫咧遮甲大家来吟诗学老主。毋知影昨暝选举的结果敢有符合你的期待？总是安尼的结果，可能有一寡人会失望啦，吼。但是总是咱相信主，要保守安尼的结果，咱也为当选的候选人来祈祷。吼，那咱今仔日要吟的第一首圣诗，咱对542首，咱为后壁来吟去吼。对542首来吟去。圣诗第542首，耶稣基督阮的主，耶稣基督阮的主。这首曲有一个真特殊的所在，就是伊对4拍、2拍、3拍安尼变换。所以伊的节奏唱起来有小可有一寡动感，有一寡迄个变化的感觉，吼、所以嘛，咱等下各位兄弟姊妹来唱的时阵，会当体会安尼的动感。好啊，我先来为大家提示。好，耶稣基督，阮的主，你信实成全万事，无论啥事临到阮，皆无陷害。我靠你就得安全。第二节，伫一切卑微代志，阮伫一切卑微代志，阮要负责照指示。你疼痛做阮准情，我搁读一摆。你疼痛做阮准情，真理宝贝你旨意，遵行无争。第三节，食米教野分大家，稳定教野保一切。阮感谢乌鲁吟诗，你就带来礼物，做一日开始。落尾节，每日所做主帮赞，一生为你备办路。愿平安疼痛无限，保护照顾，车肯阮进入世间。好，咱这首就来吟全首，好来请。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阮的主，你心随着做万事，无论啥事临到阮，皆无陷害。我靠你就得安全。第一切卑微代志，第一切卑微代志，我要负责照指示。疼痛做阮准情，情理宝贝，你旨意遵行无争。食米到野，分大家，稳定到野无一切。阮感谢乌鲁吟诗，你就带来美丽做一日开始，每日所做。所做主帮赞，一生为你
烦恼，愿平安听他无限保护照顾，这个完整的世界。哦，真水真水的一条诗歌。所以咱要唱的第二首，要吟的第二首是圣诗第253首。253首，上帝的教诲毋是哦，可能是我吟圣诗的经历有较浅啦，所以真少伫我印象中，真少圣诗是用毋是啥物来做伊的标题，哦，就是讲用否定、用否定的方式，所以我想，即块为罗西亚出来的圣诗，会当值得咱好好啊来思考伊的意思。哦，那我赶快来为大家来读伊的歌词。第一节，上帝的教诲，毋是咱人用黄金雕刻的圣殿，选民毋是受景来做样，是对实力嘅来结连。第二节，正经理自接对遥远来，对东对西对人远地，北方生息所看的所在。拢是朋友，毋是人客。第三节，基督的教诲经历死亡，接入活命，施温万民。基督受拒绝，定死十架，打地甲天一定完成。第四节歌词，我感觉伊特别有意思，特别是即马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犹原咧继续，哦，到当一定是9个月咯。所以即段歌词特别值得咱去好好啊思考一件代志。哦，第四节，教会永远在克服和平，面对悲惨、冲突、战争，教会就常常学习、反省，继续向前，奋斗无停。哦，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歌词。咱这首由原来吟转首，咱来由转首。上帝的教诲。上帝的教诲毋是咱人用金雕刻的圣殿，选民毋是受敬来做样，是对实力的来结连。正经的主角对遥远来，对东对西对人。今仔日上后尾来吟圣诗第41首，圣诗第41首，请来，以马内利，哦，请来，以马内利。我想大家听到这个真熟的旋律，就知影讲咱刷来要备办迎接一个真特殊的节期。哦，今仔日特别是大港节第一主日，是代表着期待甲盼望。哦，这首诗歌会当讲是圣经记载着。耶稣，圣经记载着上帝这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伊第一节，以马内利是出自以赛亚书7章14节；那第二节，亚瑟的根基是出自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第三节，代表的锁匙是出自以赛亚书22章22节。咱欢迎大家兄弟姊妹有闲的时阵，转去来查考咱的圣经。咱这首诗呢，咱来吟第一节、第二节、甲第三节。请来，
车来车来伊玛勒勒，优秀伊谢勒真行哩，伊修真煞是志雄心，也通人生行方嘞，啊嘿啊嘿玛勒哩，谢勒阿祖贝来哩，请来请来，请来请来呀，这个问题，阿帮撒旦所把主迷，真求离开的也门是，他这些无魂无心嘞，花嘿花嘿，伊玛勒哩，谢勒阿布贝来哩，请来请来，请来请来，来比手心，阮等的门阮愿大开，好天的路为我开拓，等着心心心愿快乐，花嘿花嘿，伊玛勒哩，谢勒阿祖贝。好，咱今仔吟诗站要就到这。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今日是大港节第一个主日，请敬拜部门梁玉成执事读经，4万4班2023年队长李丽玲执事祈祷，双年团契2023年庄树雅会长点节，请奏乐。甲无所的囝以赛亚所得到有关犹太甲耶路撒冷的信息，伫将来的日子，上主圣殿的山会徛伫正山的顶面，比拢总的山岭较悬，万国拢会来约我来归伊，万民会来讲，咱来上主的山，来去雅各的上帝的殿，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互伊通行伊的路，律法会对圣约发出，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上主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伫万民中排解纷争，因会将刀拍做犁头，将枪拍做镰刀，
这个无过也倒攻击迄个，因嘛要搁学竞争。甲个的后代来，咱着靠上主的光来行。慈悲信实的天父，在这大降节第一主日，我们点上第一支盼望的蜡烛。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战乱中，你带来和平秩序；在病毒肆虐中，你保护我们免受侵害。你保护生病的人，保护全人类。你所给我们的盼望，使我们会通向着基督降临所带来的世界和平来努力。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应该以何种态度来迎接你的降临。我们要热切祷告，饥渴慕义，并忏悔认罪得救赎，成为新造的人，来迎接你的降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国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生命应该更加受敬畏。三角来吟圣诗41首，吟全首，请起立。
请咱议员徛伫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阮的主，你是阮的救赎，阮的活命。今日是大港节期的头一个主日礼拜，正经你主一日遮，要来庆待，要来庆祝你搁再降临。阮有做的证人，伫遮为着家己所做不配来忏悔，求主赦免，求主掌权的恩搁再临到，好势要来享受和平的喜乐。亲爱主，台湾各地方的县市长、议员、里长的选举早日告一段落，选举中间的竞争，造成侪的紧张、辛苦，甚至伤痕。求主会听带头来修补人甲人的关系，安慰受伤、受折磨的心灵，互台湾搁团结压头，沿途往前行。愿也求主引带祝福新当选的县市长、议员、里长，因所要做的工。主啊，愿兄弟姊妹中有悲痛、心神不安、生活有困苦的，求主医治帮助，主爱满满同在。兄弟姊妹各种劳苦担当，拢要对你下来，得到讨办。这时，我们叫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愿你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对亲像天里，也你不愿赦免我的过，亲像阮赦免我的人，无你之后，一起要叫万民的海，因国万民民国拢是所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人献开信息后面1045页，K英文第26篇。1045页，K英文第26篇。等三角内 K 印。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组织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治事，互人纪念。伊赐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会所做信息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三角内面信息253首，253首。上帝教会不是一全首，请起立。
请坐。请咱搁做伙来祈祷。至尊的爸上帝，愿受拣选做你圣洁的国民，搁一摆伫你宝钱宝座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甲教示。恳求你即时恩典的大门大开，荣耀的国度降临伫阮中间，互阮的灵魂得到净因，互阮的性命得到改变，会通接受你的教示，行伫永远的道路。感谢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三甲来领受圣经的话语，记载伫马可福音书8章1到21节。马可福音书8章1到21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过无几日，阁有一大阵群众聚集，因无米通食，耶稣就叫因的门徒来，甲因讲：我真可怜这群人，因为因已经甲我做伙3日久，现在无米通食啦。我若互因四散遥遥转去因遐因兜，因为伫路中昏倒。因为有人对真远的所在来，门徒甲伊讲：伫即个偏僻无人住的所在，要去倒位找食物，互遮的人食饱？耶稣问因：恁有偌济饼？因讲7个。耶稣命令群众坐落去涂骹，然后摕迄7个饼，感谢掰开，摕互门徒去分，因就分互群众。因嘛有本来买细尾鱼，耶稣感谢了，门徒摕去分，因拢食到饱，搁食扣剩的碎屑啊，拢总扣7人，人数约有4000。耶稣甲因解散，然后随时甲门徒就船去大马路摊的境内。一寡法利赛派的人来找耶稣，甲伊辩论，因想要甲伊试探，要求伊行对天来的神迹。耶稣对心底吐一个大气，讲：是安怎这世代的人求神迹？我实在甲恁讲，袂阁有神迹，互这世代的人。伊就离开因，阁就船过去湖的迄片花。门徒袂记得带饼，不过因伫船内有一个饼。耶稣甲因警告，要注意，要提防法利赛派的教，甲希律的教。门徒互相议论，是因为咱无饼是无？耶稣知影，就甲因讲：恁是安怎伫议论无带饼的代志？恁敢也无了解，也无明白？恁的心敢遐尔啊钝？恁有目睭敢无看见？恁有耳孔敢无听见？恁敢袂记得我85个饼，互5000人食的时，食剩的碎屑啊，恁有扣满几篮？因讲12篮。耶稣阁问：我7个饼，互4000人食的时，食剩的碎屑啊，恁有扣几篮？因讲7篮。耶稣就甲伊讲：安尼，恁敢也无明白？
愿上帝话成做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人，帮助人。下面要请希望甲阿萨诗班来献诗，因要吟的诗歌是大降节的欢喜。这时要请黄春新牧师传讲主的信息，伊要讲的题目是：恁讲要过无明白吗？弟兄姊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咱今仔日进入大降节的第一主日，大降节第一主日也是教会年的开始。真多谢今仔日圣歌队所带领咱，用这个大降节欢喜的诗歌来敬拜上帝。今仔日伫一开始的时阵，咱要点睛的同工所读的经文是照普世教会3年一轮的经文课表来选用。祈祷的同工也用大降节每一个主日无同款的主题来祈祷，然后才来点蜡烛。咱今年犹原是教会5大部门的同工来安排。也包括诗班、团契、小组、主日学的代表来点蜡烛。咱第一场礼拜、第二场礼拜，拢是安尼来安排。每一遍大降节的时阵，都有人会问讲：牧师啊，大降节应该爱点倒大一支蜡烛？因为这是有人有注意到，咱伫大降节的蜡烛的中间有无同款的色字。有紫色，有粉红色，有白色。当然，伊所代表的意义有无同。大降节是圣诞节节期，这个头一段备办的节期，唔单是要准备庆祝圣诞，搁较是较无耶稣基督来做准备。大降节是圣诞节节期。这个头前4个主日来开始，这前后有4礼拜。
每年的日期有小可无共款，今年是对11月27来开始，所以传统的教会中间也会将大港节第一主日，正做教会年的第一日来开始。圣诞节前的这个大港节，检采是真侪基督徒一年中间真无闲的时阵。教会会举办圣诞各种的庆典活动，厝内也是教会会布置，有的人检采会去买礼物，也是邀请朋友来参加福音的聚会，甚至关怀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这拢会当看到，大家人伫这中间的用心。伫顶礼拜。咱主日学的老师也带着咱的学生，伫遐做圣诞的布置，也布置这个圣诞花环。通过安尼，伫信仰上做一种的这个学习甲听效。听效的时阵，也是陪伴咱的心，要来朝见主。昨伫台湾的地方选举拄啊结束。有人伫遐听候开票的结果，无论结果如何，这拢是互咱看到，感谢上帝，互咱有一个民主大义的制度会通实行伫台湾。通过这个民主大义的制度，某一种层面也反映出咱甲极权的世界是无共款的。咱也仰望军队耶稣基督，咱会通同心促进上帝国的新世界。其实伫马可福音写作的时代，伊嘛是拄着侪的困难。我捌讲起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阵，迄个写作的时间约略是主后65年前。因为伫迄个代志了后无偌久，使徒保罗、彼得拢顺道去。伫迄个时期，通讲是一个时局真艰难的时期。马可福音的写作最后的结论，讲到2摆，门徒无相信。第一摆是因听到耶稣基督国话，玛利亚已经看到伊的国话来报告。圣经内面讲门徒无相信。第二摆是有2个人转来到因的中间，甲其他的门徒讲，圣经描写讲因也无相信。圣经的学者会甲咱讲，这个2节是马可福音最后的结论，拢着讲到门徒无相信。为什么安尼？因为迄是一个真艰难困苦的时代。整个马可福音的结论，会强调无相信。咱今仔日所读到的经文，第8章第1节到21节，这通讲是中段的结论。这个中段的结论的结尾会讲什么？咱来看迄个21节。21节，耶稣问因讲：安尼，恁教袂无明，恁检无明白嘛？这个是最后无相信，而且是讲恁无明白嘛，恁无理解嘛。这互咱看到，这2个中段的结论甲尾段的结论，看到这的时阵，实在互人真刺心。因为煞只伫迄个时代，时局混乱，然后尼禄皇帝在位12冬的时阵，就爆发第一次犹太战争。这个犹太战争是对主后66年战到73年。这个战争前后有7冬久，犹太人灭亡，搁一遍亡国四散到各所在。根据犹太历史学家Joseph伊的记载，讲犹太人大概有119.7千人受抬，
圣殿也受毁坏，无一块石头缀伫一块石头的顶面。用今仔日咱来看，只有剩4墙，就是粪扫场边仔迄个墙。今仔日犹太人拢叫迄个墙叫做哭墙，伫遐的悼念，伫遐来祈祷。马可福音的作者，伊甲第一代的读者，因是一款的绝望下底、紧张的气氛下底，面对要爆发的战争，面对这个苦难的时阵，伊写这个册，望信仰会通带予因什么款的快乐？头前咱看到耶稣是展开伊的权能，医病赶鬼，甚至去除去祖先的传统，迄款律法的束缚，互5000人食饱，互4000人得到养饲。但是伫马可福音这个重大的结尾，作者在讲，法利赛人因无理解、无明白，就连耶稣的学生也是同款。所以耶稣会问因：恁敢无明白？煞接到伫第8章22节，马可福音的后半段开始，拢会描写耶稣基督受苦劳碌的形象。因为伫后半段开始，耶稣3遍会预言家己要受钉伫十字架顶。这是这个马可福音内面所描写出来。咱这时咱就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1章到第7章最中段的这个结论。伫这个结论的中间，一开始会讲起耶稣互4000人食饱。这段互4000人食饱的故事，其实你若较认真一下，你就会当去回想，伫第6章的时阵，耶稣捌互5000人食饱的代志。这两个故事是真类似、真同款的。伫第4节的中间，门徒回答耶稣，安尼讲，伫偏僻的所在，我要去什么所在找狗野的食物，互遮的人食饱。做一个读者的咱检查有一个疑问：头前敢毋是发生互5000人食饱吗？敢讲门徒袂记啊吗？太时间短啊，因就将这个代志放袂记的。你兄这人是真戆颓啦！约翰加里文咧解说这段经文的时阵，咧讲起门徒的戆颓，咱讲愚钝，是互人真惊的，太安尼。选举的结果嘛是安尼，太安尼，戆颓。所以头前啊发生5000人食饱，但是伫遮耶稣讲恁互因食的时阵，竟然因伫迄个所在，讲我要去什么所在找遐尼侪物件。咱若斟酌去比较5000人食饱甲4000人食饱的故事，咱会看到几项无同款特别的点。这个特别的点，也是帮助咱了解经文内容要紧的关键。第一个无同款的所在是地点甲对象的无同。75000人的地点是伫加利利湖的东北伯赛大的所在。伯赛大是犹太人聚集的城。耶稣捌伫遐讲，伯赛大有灾祸啊！通过安尼来责备犹太人的心硬，无愿意悔改。74000人是伫这个迪卡波利，这对罗马希腊的10个城市迪卡波利，伫加利利海的附近，是外邦人聚集的所在。这两个地点的无同款，其实要互咱知影，上帝国的福音。一开始是上帝通过耶稣来养饲犹太人，然后来养饲外邦人。
所以这是第一项，一个真要紧的任务。第二项，人数甲时间的无同。5000人食饱的故事，因众人伫遐熬5规工。4000人的这个故事内面，逐个人是已经安怎熬3日啊？两个故事拢互咱看到耶稣怜悯众人。头前讲众人亲像羊无牧者，后壁爱讲耶稣担忧因腹肚枵，路途远，行到一半的时阵，咸菜会昏倒。这是一个看到耶稣基督怜悯的经文。第三项是饼甲鱼数量会无同款。5000人食饱的故事是有一个囡仔献出5块饼2尾鱼，所以咱在分享迄段的经文的时阵，会讲这个囡仔摕出来，咸菜也影响其他人，因家己有早嘛会通摕出来。但是4000人食饱的故事已经熬3工，是无物件好食。这搁较互咱看到耶稣的权能，通过安尼来养饲4000人，是通过这块饼甲几尾细条鱼啊。第四，所剩的量甲装剩的物件，底的物件无同款。5000人食饱的故事，最后讲剩12拿。现代中文译本嘛是甲翻译做拿。4000人食饱的故事，最后剩7拿，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若是台语汉语本的翻译，甲翻译做啥？7人。这有啥物款无共？其实希腊原文内底嘛是2种无共的物件。第一个5000人食饱所剩的12拿，迄其实是犹太人派伫身躯顶洗这个袋啊，因咧讲的亲像裤袋啊迄款的真水。但是4000人食饱，台语翻译了真水，讲7人，迄人吼一人真大。通常是罗马人放伫马的双边，还是驴仔的双边，迄个大人，迄放迄个7人，迄一人的中间，咸菜拢会当放一个囡仔伫内底，安尼在。我会记得以前我伫庄开牧会的时阵，有老会友的甲我讲因迄当时爱对庄，因的庄的所在行路差不多行要7、8公里，行到伫镇内，伫遐做礼拜。行路的中间，囡仔咧，若有2个囡仔，就是安怎，弄扁担，迄个菜一人的，甲担的囡仔坐2个，安尼安怎，担去教会。因迄当时是用即款的，所以迄个7人是真大人的，甲袋啊是无共的。所以所剩的量，甲装遮剩的物件是无共款的。初代教会的教父的解说，这个12是指以色列12支派，是指所有的选民。7个，因为《申命记》第7章第1节，会描写着迦南地有7个民族，这个7个民族嘛是咧代表外邦人的象征。谈多咱有讲起，75000人是伫犹太人的地区，74000人的是伫外邦人的地区。所剩的、所装的12袋啊，是这个犹太人因的习惯。7人呢，迄是外邦人用大人的迄款。所以咱伫遮会通看到，这个故事拢会显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会通养饲犹太人，也会通养饲遮的外邦人。另外，门徒的反应真无共款。
第一摆是门徒入来问耶稣，讲后因捌倒枵，咱会通做啥物？第二摆是耶稣主动叫门徒来，甲因讲，行因半路昏倒，恁去想办法。两遍所发生的代志，咱真奇怪的是，头一遍门徒竟然袂记5块饼2尾鱼的经验，所以耶稣问因的时阵，讲恁互因食，竟然因无法度回答耶稣的问题，这是门徒的反应真特别的所在。另外，最后上耶稣基督伫遐来摕饼来祈祷擘开，搁分互众人。这个动词是甲最后的晚餐的动词所用的是同款。咱会通讲，无论是75000人、74000人，也是最后的晚餐的时阵，这三项拢是描写的同款。耶稣摕饼来祈祷祝谢，擘开分饼互众人，这拢互咱看到，这是一个弥赛亚大演写的行动。通过安尼，圣经要互咱知影，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恩典，也通过安尼临在伫犹太人的中间。也为着外邦人所准备。伫最后第10节，咱会通看到马可福音的作者用真急的口气来讲，立刻、马上看到这个时间的真紧急，因为面对这个风雨可能要来，第一次犹太战争。要临到迄款的气氛的中间，互人安怎？伫迄个中间，望会通真紧的传扬福音。耶稣伫遮叫众人四散，到伫这个大马路他这个所在。这大马路他这个所在是加利利海的这个西岸，所以坐船到伫对岸去。煞接咱来看第8章的11节到13节，这段经文咱咧看到是法利赛人要求这个神迹。其实耶稣伫第1章甲第7章内面已经行真侪神迹，医病赶鬼。耶稣医病赶鬼，莫袂记的。马可福音内底记载，无论行伫犹太人地区，也是外邦人地区。耶稣拢捌行过，敢会记的？咱顶礼拜甲读到，耶稣伫外邦人的地区的中间，有一个妈妈来为着伊的查某囝祈祷，为着迄个查某囝患病，妈妈的恳求，后来耶稣有成全。伊转来到伫犹太地区的时阵，法利赛人来找伊。问耶稣安怎？你阁行一个神迹出来？其实咱若通过圣经的描写，咱会当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因有一个目的，真刻意要来挑战耶稣，唔敢若挑战，是要掠棒来陷害耶稣。伫第3章的内面，就记载耶稣伫安息日的时阵。伊伫一个手骨孤单的人，伫迄个中间，法利赛人出来会堂，马上去找希律党的人参详，要安怎来对付耶稣，来杀害耶稣。作者咧描写法利赛人是安怎心硬的人，心硬的人，伊意思讲伊的心内早就有一套标准。无论耶稣敢有行神迹，因拢会认定耶稣所行的，毋是出伫顶面所落来上帝的权能。
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法利赛人的心硬，所以圣经描写耶稣就离开因。这个离开的意思嘛是讲，无要显示这个新者互因看，也是咧描写耶稣无甲这个法利赛人继续对话，因为因的心硬。耶稣也停止伫加利利的侍奉，伊继续安怎？伊就然去到伫耶路撒冷。既然法利赛人的心硬，耶稣就拒绝伫迄个所在传信息。耶稣无搁互因有迄个机会。煞者咱来看14节到21节所描写的，这段描写讲因上船要到伫对岸的时阵，船顶安怎？只有一个饼，只有一个饼。这款的描写真特别。有学者会讲起，只有一个是咧指耶稣，因为伊才是真正生命的饼。所以耶稣伫迄个中间，会甲伊的学生讲爱说义，提防法利赛人的教甲希律的教。伫希律法利赛人的教，袂当食因的饼，只有食这个耶稣生命的饼。这个教真明显有一个特质，就是互面粉对水发甲变大，迄有蕴藏一种真大的影响力。根据马太福音16章12节，甲路加福音12章第1节的经文的描写，这个教是咧指法利赛人的教士，也是咧指法利赛人假好，咱讲假冒为善。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23节，这个教的描写什么？祖先的传统，去束缚人的思想，会讲起这是法利赛人的教。前希律因为政治的原因杀害惊死的约翰，法利赛人是因为遵守祖先的传统，想要来杀害耶稣。所以你去看，无论是希律党的，也是法利赛派，一个是要杀害惊死的约翰，一个是要来杀害耶稣。因的心内所生出迄款的歹，一开始就亲像一点点的教，但是安怎？这个教若无除掉，会愈发愈大。迄个歹的念头，最后会安怎去伤害别人？因邪恶的思想也会去拒绝耶稣所传的真理。搁转来伫这个14节所讲的，船顶只有一个饼，咱讲这叫做一种隐喻啦。咱的思想内面需要什么款的教导？是法利赛人的教母所发的饼，也是希律的教母所发的饼，还是你有看到无？伫这条船内面只有一个饼，就是啥？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教会是一个船啊，咱的饼是啥物？只有一个饼，迄个饼是生命的主耶稣基督。门徒听到这句话，反应袂过来，因伫遐的反应是啥物？敢讲阮无炸其他饼上船，所以耶稣会甲阮念。学生所想的是外表遐的饼，但是耶稣在讨论的是生命的本质。门徒关心的是这个表象外在的食物，法利赛人也毋茫看到的是外在迄款的新食。但是无论是750,000人，还是4,000人，食物也是新食。若无有迄个本质耶稣基督，迄个外在的食物新食，
就无可能发生。无有耶稣，就无有这食物甲新食。耶稣行这两项新食，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讲本质是啥物？是要互人看到12拿，也是7人，敢是？毋是。耶稣是要互人认捌，只有耶稣基督会通安怎？会通养饲所有犹太人，也是养饲妖过的外邦人。马可福音这个中段的结论，作者要讲起，法利赛人想要看到迄个表象的神迹，但是因无明白，就连耶稣的学生无明白、无理解，因为因敢若想要看到这个食物，这是这两个根本上真无共款的所在。法利赛人心硬，刻意要来陷害耶稣。门徒乃是伫遐怎真戆钝，但是牛戆钝，迄个会当教，但是心硬敌对基督。圣经描写耶稣只好离开因。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第1章甲第7章的结论，要带予咱两项要紧的反省思考。第一项反省思考，咱敢会亲像门徒的这个戆钝、戆腿，敢若伫在意这个外表，却忽略迄个本质。法利赛人想要看的外表是神迹，门徒讨论的这个外表表象是饼，到底爱带几个？门徒的目的是因无够敏感，法利赛人毋是目的，因是安怎刻意要扭曲耶稣基督的意思。到底咱敢会亲像门徒同款？伫迄个中间，对耶稣基督、对信仰的本质，戆推。马可福音罗马书14章17节咧讲上帝的国不在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和合本内面所写的。这已经甲咱讲到，一个是表象的，一个是这个本质的。表象是外在的啉食，真正的内在本质是公义的、和平的，是圣神灵性上的。这要怎譬如呢？那亲像咱也上这个圣经学校下课了后，大家人伫遐咧讨论讲今仔日中昼实在好食，我最爱食麦当劳的，所以今仔日准备这个，这叫外在啦。有个人咧下课的时阵咧讨论讲今仔日老师讲的啥物我实在是真正感受真大。这是完全无共款焦点。咱是咧在意的是食的，还是今仔日咱真正是咧上课，咱咧讨论这个物件。讲到爱餐，咱圣诞节，咱拢会办圣诞爱餐。过去咱咧办，亲像buffet安尼，大家伫遐做阵用餐，但是疫情了后，就安怎亲像较好的便当。同工咧讨论讲敢会大家摕便当了后，一个就安怎拢离开走去啊？安尼就叫因家己去订便当就好啊。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咱爱去反省思考的所在。爱餐的本质是啥物？要食热青草吗？毋是。咱的台语甲翻译做爱餐，也是一般的教会讲爱宴。
迄强调的是迄个疼，迄个爱，是迄个肢体中间的互动，是彼此相疼。毋是讲啊，我要食什么款的大餐？圣诞大餐重点拢剩大餐，没有圣诞。你平常时会当去食，你要食偌好的拢袂要紧。但是爱餐圣诞，迄个本质的物件是啥物？本质是耶稣基督内面迄个疼，迄个疼。顶礼拜咱主日学的学生食卤肉饭，我看因食甲怎，哇，真痛，吃得津津有味。大家人伫遐互动了，真热络。咱咧讲吼，这比山珍海味搁较好食啦。箴言15章17节安尼甲咱讲，讲吼素菜淡饭而彼此相爱，胜过酒肉满桌而彼此相恨。圣经内底的强调，到底咱是要注意迄个表象外在，还是要本质内涵的？圣诞节咱会庆祝，检彩你会去买物件来送人，但是一直互人认为讲啊，圣诞节就是咧送礼物的节期。圣诞礼物要紧的，毋是礼物是偌大偌重要，要紧的是圣诞。庆祝圣诞庆祝，毋是庆祝了安怎？迄个庆祝的气氛偌好拄偌好，要紧的是伫迄个中间，敢有彰显基督所带来的疼，迄个疼才是要紧的。门徒的戆颓，是因为因欠缺这款的反省。若是反省愈来愈无敏感的时阵，咱渐渐就安怎会反客为主。圣诞节、圣诞礼物要紧的，拢诚做礼物。囡仔讲你无送我，我就不爱。要紧的是迄礼物要紧，还是圣诞的意义要紧？迄个本质是啥物？门徒伫遐讲，阮无炸饼。法利赛人伫遐讲，你阁惊一个新者，互阮看，迄拢是外在。若无有耶稣，你阁较济的饼，敢有效？无效啦。若无有耶稣，你阁变阁较济的新者，敢有效？嘛无人会信啦。这段经文在讲因上船的时阵，只有一个饼。教会就那亲像一只船，牧师毋是饼，咱每一位嘛毋是饼，只有一个饼，就是耶稣基督，伊是生命的饼。第二项要紧的，咱来去思考，什么款的教会影响咱？圣经内面时常会提起到这个教母，这个教通常是负面的啦，因为哥林多前书5章第6节、第7节安尼讲起。讲一点点仔的教会当互面粉发起来，所以你来将做的旧教除掉，才会通完全这个洁净。所以教也来上顶是做，但是咱莫袂记的，教有当时嘛代表一种正面的影响力。耶稣就捌用这个教来做天国的披露。耶稣捌讲到一个譬喻，讲天国好像面笑，一个女人拿来放在40公升的面里，使全坛面都发起来。这是马太福音13章33节。所以伫这段经文中间，耶稣会互咱知影，这个教母有当时是中性的，教嘛会当来指一种思想。思想有好有歹，但是无思想，咱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什么款的思想影响咱？希律的教，希律是代表什么？帝国观点的思想，
独裁的思想，会影响咱是顺服即款的思想，也是要顺服亲像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用祖先的传统，用人做中心来取代先知的传统。到底是希律的教、法利赛人的教会影响咱，也是什么款的教会影响咱？马太福音16章12节，伊有特别的解说这个教，讲门徒对这安尼才知影，耶稣并毋是叫因提防饼内面迄款的教，乃是要来提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教示。所以马太福音要解说这段经文的时阵，伊真清楚的描写，迄个教是代表错误的思想、教示、错误的价值观。因为咱的生命爱用什么做咱的价值观？这就是耶稣基督，伊要互咱去思考的。特别伫第1世纪，犹太人要面对第一次犹太战争以前，迄个时代是真紧张的时代，逐个人已经失去迄个心内中心的精神，也是价值。马可福音的作者写这个，其实在问咱，亲像耶稣在问学生讲：安尼，恁敢还无明白吗？恁敢还无明白？耶稣问学生的这段话，其实嘛是在问咱敢是戆推的人，看袂出耶稣基督伊的身份甲伊的教导吗？咱要顺读的是希律的教母，也是法利赛人的教母，也是要转来到伫尊顶只有这个饼，耶稣基督，伊成做咱生命的食物价值，也愿主成做咱的帮衬。伫咱的时代内面，检采有真侪无同款的思想价值，但是咱听到、咱接到，咱拢爱转来到伫耶稣基督伊的教导、伊的中心内面来反省思考，互上帝国的价值成做咱的价值，互咱戆推的头壳会通愈来愈有耶稣基督的话，成做咱的帮衬。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知影阮有阮的无够业欠缺的所在，阮有当时，阮的头壳也甲门徒同款，戆推。阮需要上帝你的圣神帮衬，开启阮心灵的目睭，互阮明白你话语的奥妙，搁较掠着耶稣基督。因为若无耶稣基督，就无有5000人食饱的身价，就无有4000人食饱的身价。只有耶稣基督，我若深信，伫初代教会所拄着极大的困难环境的中间，马可福音的作者通过这个记载，要互早期的教会，互遐兄弟因的目睭只有看到尊顶一个饼，尊顶只有一个引带者，就是耶稣基督。愿主你帮助阮，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免。
三甲来吟圣诗542首，圣诗542首。耶稣基督，阮的主，金泉首，请起立。请坐。这时，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是为着1月27，今日大港节开始的有备甲灵修。第二是为着新当选地方县市长议员因的谦卑服侍。第三，为着圣歌队有备甲圣诞节庆祝各项的聚会，请大家开喙祈祷。请仍然以这书做结束的祈祷。全能的爸上帝，感谢你将你上宝贵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予世间人，予阮的罪会当得到赦免。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愿你引带阮，陪伴阮的心，予阮会当警醒，伫即个充满盼望、信心、疼甲喜乐的节期，迎子耶稣基督搁再来。求主的恩典，搁一摆充满阮，予阮搁较认捌你，学习你的款式，用上帝最忠心，成做一位谦卑顺服的人。掌权世间一切的主上帝，求你帮助新当选的地方公职人员，予因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予因会明白啥物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阮要时常为因祈祷，求上帝赐予因智慧，会当保持初心，谦卑家己，用温柔、正直甲公义的心来治理服务百姓，成做这个土地甲大人的祝福，带来平安、丰盛，甲满满的喜乐。主啊，阮感谢学罗你，
享受教会真好的圣歌队甲乐团，求你引带，互一切陪伴完全，通过圣歌队来带领会众，用真水的歌声甲音乐来学努你，传播你的福音。接落来，阮有圣诞主日、感恩祭拜、下午茶会、代降节之夜与神密契、平安弥礼拜、赞美礼拜、主日学庆祝会等等节庆聚会。愿你甲阮三角基地，由你的圣神充满，互阮得到基督的救赎，甲新的活命。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奉献。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
遐济。请咱大家先开周报，叫我来报告。11月份，职业长老是杨立邦长老；12月份，特约长老是林世宏长老。咱今日开始大讲节第一个主日，点紫色的蜡烛来象征期待、希望，邀请兄弟伫大讲这期，就紧请听代基督过来，借此反省家己日常言行甲对上帝的信心。大讲这期点节服侍，请同工注意来看。11月11到12月24礼拜中，咱要举行圣礼典。凡有悲心要接受洗礼的，请牧师来报名洗礼课程。圣诞这期圣礼典的安排，伫下面遮，请咱家己看。3圣经学校今日信用基要甲生活前班暂停一摆。12月初4是本季最后一摆的上课。是上咧咱社青青年来关心的杨博伟团队，伊要创立牧师。总会定伫12月初3拜六10点，伫济南教会举行杨博伟传道书创立牧师，甲就任总会机构牧师受职感恩典礼，欢迎兄弟大家来参加。2022年圣诞庆典活动，正欢迎兄弟邀请朋友来参加圣诞这个聚会，有包括第一队圣诞感恩义卖会吼，这是咧12月11点到3点，这是要筹募宣教中心的改建基金，欢迎11月30以前就要提供的人，就家己爱的物品摕来，会当互干事，第二就是咱12月11下晡1点开始有福音茶会，伫咱的中庭甲咱的主日学教室。第三，代降之夜，伫12月23拜5暗时7点半到9点。伫咱的大礼拜堂咧举行。第四，平安夜主管礼拜，伫12月24暗时7点到8点半，嘛是咱的大礼拜堂。第五，圣诞赞美礼拜，这是咧25，就是咱的主日礼拜上午10点联合礼拜。第六，主日学圣诞庆祝会。儿童因有要表演圣诞音乐剧，爱餐也有摊位，欢迎大家拢共同来庆祝。因是咧11点半到1点中间咧举行，因咧主日学教室举行。第七，圣诞爱餐要伫教会的B1教室甲中庭举行。这参加这个爱餐咱都要买餐券1张50块，凭爱餐券会当领这个爱餐的礼盒圣餐盒，这是为着要来统计人数，咱较好准备。咱会当办公室来买，也是讲妇女团契少年团契拢会当。人咧今日甲12月初4、12月11，
嘛拢有咧，互大家购买。详细消息，请大家家己看。具体消息就是咧今日下晡1点半，咱要来举行林清泽长老的告别礼拜。教界消息，教会宣告案例研讨会，伫12月初4暗时7点到12月初5拜一下午5点半，伫咱的济南教会有正阳恩牧师等等的人来演讲。其他聚会的即个消息，包括咱的服侍人员出席，上周出席奉献，拢请人家己来看。即时要请牧师来介绍，甲来补充报告。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咱的会友对美国转来吼。秋莲姐、李秋莲姐甲查某囝孙慧卿，请起立，互阮来欢迎甲熟悉。欢迎，欢迎。欢迎，嘿。过来介绍是蔡汉良甲谢娜敏老师来欢迎。过来介绍的是苏珊华姐妹，苏珊华姐妹。来好，安尼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来请安，愿上帝施恩赐予咱。三角内吟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帮赞，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岛避讳，若需要带岛的兄弟，请到雨伞下，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地饼会交易。